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本土病例，有来境外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第14期的医药平台同款无开放注无共牌子的疫苗，会提供 AZ、莫德纳、有 BNT 的第二档。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仍然是没有病例哈。 那境外移入有6例，那有1例死亡的个案，那年纪93岁。好，在提供 AZ 莫德纳的1、2剂及 BNT 的第2剂的接种，大概要施打的时间是介11月13号一直打到11月24号，这一波有10天。那预约的时间我们分流哈，那11号上午10点到11月12号中午12点。 好，那这是 AZ 的预约的时间。那莫德纳跟 BNT 比这个晚一点，是从11月11号的下午2点到11月12号中午的12点。一向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同品牌已经有登记的先把它先完成，那才会考虑来做相关的混打。那我还同样的强调，这混打在这个月里面都有可能来开始了哈，当然也要看到货的情况。 再来看，车拉送来台湾59万吨的 AZ 疫苗期限只到11月底哦。台北市长郭文地就批评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玲雄治伤无够七十，也毋过今仔郭文地是无搁回应。行政院长苏清昌是表示讲，政府拍拼的防疫，拍拼的买疫苗，毋通买袂着买，买着嘛要买。咱国家己买第13批59万4千剂的 AZ 疫苗，伫七日暗到台湾。 后期进行到11月底，引起一期疫苗的争议。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吹背批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连雄的智商无够70。郭文哲到立法院参加活动时阵，正低调，不愿意做回应。既然有议会要讨论再讨论的，今天人家今天是有院长的场子，不要乱论了。面对疫苗的争议，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出面来解释。 我们守住疫情，努力买疫苗，不要买不到也骂，买到了也骂。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出来打疫苗，让覆盖率提高。国民党发言质疑指挥中心初采买1期的疫苗，转由于伫咧 FB 公布，随时伫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所通过。国民党立委林奕华等3个人提出的主决议，要求指挥中心比较新加坡的模式，争取。 采买加转单有效期限内的国际疫苗，批评国民党为着骂伫咧骂。按11月4号通过，那1个月内要向立法院提出报告。你看还没有到12月4号，所以这个主决议根本就是急期，而且要求卫福部必须要这样去遵守。这个并不是表示卫福部在采购的时候可以完全不顾效期。我们叫你赶快买，不是叫你去买到期品啊。 这批咱家己买 AZ 疫苗，后期只能到11月30，到货了使用期限只能剩24天。若扣掉防针手续7天，11月中铺货，各县市就要伫2礼拜内面注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对明仔下晡开始，伫高雄捷运美丽岛站会设置疫苗注射站哦，注莫德纳甲 BNT 2种疫苗，唔免预约，随来地当随注。昨中情中心送米，要来鼓励老大人注射，有将近300个人来注射哦。今仔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寒，人就无长济咯。徛伫高雄出名的景点光之穹顶下骹，游客夜头欣赏这个作品，涂骹也摆满椅仔，规划好文景区甲注射区。因为为初10拜3开始到13，才要加做新冠肺炎的疫苗注射站。橘线跟红线的那个转点在这边，我觉得很好，很方便。有人不喜欢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因为我对不同的东西很有兴趣。动线规划的好的话，我自然不会觉得要久等。有一些商家可以期待我就算在排队的时候，我也可以去看看这附近。市府规划拜4到拜5提供 Moderna， 若拜6是提供 BNT。注射时间为下晡3点半到暗时9点半，为着要拼注射率，鼓励通勤的民众来注疫苗。市府阁推出随到位随注射的服务。顺便打卡又打疫苗，红线跟橘线。那就会很方便，就增加他们施打的意愿。那我们的长辈朋友就比较不一样。
市长讲要拼疫苗注射率，也讲当咧几月搁较特别的地点。不过，册别推出65岁以上时代到中青中心做疫苗，都送1公斤白米的活动。头一天写超过300个人参加，不过第二天排队的人数明显有变少。不错，这个鼓励很好。透早8点半，人数上济20到30人左右。民众怀疑甲天气反冷有关系，不过市府强调讲，因应无同的族群，拢有无同的规划，要是鼓励民众，就要赶紧来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进前宣布讲，后个月14开始，入境检疫要改做10+4，防疫旅馆住10天哦，剩的4天会当登记厝邻检疫。也毋过有村长、里长是烦恼讲无法度落实防疫，尤其是住做伙人，敢有做过疫苗，根本就毋知影，因敢会四界拍走，做出啥物违法的行为，实在是真歹控制。今年春节返台检疫措施改做10+4，也就是前10天住防疫旅馆，后4天会当伫厝检疫，以1人1户为原则。那住做伙家人已经做2期新冠疫苗，而且搁满14天就会当1人1室。不过新政策还未上路，就引起部分村里长的不满，认为真歹落实管理，也爱用更较侪人力甲时间成本。那我们总去判定家人是否打2剂，我们去判定吗？我们也不知道。我跟李干事谁要去判定，我们也不清楚。里长表示，今年2月春节检疫是1人1户，公务里有100多人伫厝检疫。规个里办公室自早起到暗时拢咧做居家关怀，电话早暗各卡2通，已经真无用啊。有估今年返台人数可能增加1倍，完了乱象甲违规可能会更较侪。放在居家，你就是会担心他会没有完全遵守规范啊，比如说出去倒垃圾啦或者什么这些事情，就是怕发生这样，然后又去跟别人交谈啊，所以如何去考虑这个配套是关键的。指挥中心表示，今年7月到10月，境外移入确定病例是去年同期的5.6倍，加上即马流行第二塔病毒株，境外移入造成本土感染风险比去年悬，所以入境检疫才会更加严格。另外，客舱的部分游玩会有电子围篱甲全面监视，违规外出的人，相关会当处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内地公投12月18投票，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若是公投通过，袂当进口哦，恐惊会对咱国申请加入 CPTPP 佮台美经贸关系造成影响。针对中科核数的争议，有哪位就指出哦，若是有新的安全核电的技术，敢有可能起核武呢？苏贞昌是问讲要起伫倒？王美花嘛强调讲，国际上新的核电技术目前是无啥物具体的进展。12月18号，公投就要来啊！其中内地公投关系到咱申请加入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经济部长王美花啊，个农委会主委陈吉仲9号到立法院备询进前受访拢强调，也是公投决定袂当进口内地，恐惊为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咱的申请加入案可能会受到质疑，台美经贸关系嘛可能会受到影响。11个国家全部都是开放。符合 Codex 标准的猪肉是可以进口的，那台湾是后进者，当然都是被检视的对象。如果这个公投案过了，那我们未来跟台美的经贸关系，我们未来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都会大受影响。另外，定来启动核试的议题，王美花强调核试有真侪安全问题，为安全性甲相关的议题来看，定来启动核试已经毋是一个选项。不过，在野党立委认为科技进步，也是有新的安全的核能发电的方法，讲袂定会当来考虑起第5组的核能发电厂。最棒的安全的这个核电厂的一个设施，核能发电的第5厂。那委员，你认为建在哪里？你认为要建在哪里？台湾有地震断层带啊。可是现在科技那么进步，就要往这方面努力。是这样。对，我都这样。跟委员补充哈，那确实有人在提下一代的这个核能发展。是。下一代，他的意思就是发现到现在的核废料的问题，所以要去做不同的技术的改进，但是这个都还在概念性的形成当中。虽然罗明才希望政府莫家己限制，思考各种能源的可能性。王美花是强调政府拢有掌握，不过新的核能技术，各地的发展当中也无法度正式来使用。记者张志雄、陈信良、林志坚台北报道。
再来看国防部最近发表国防报告书，指出讲中共的军事扩张，亚太国家是真关心哦，嘛调整国防政策来应应。报告嘛指出讲，中共现阶段对咱台湾的威胁是非常的大，毋但透过军事手段，某一寡非军事手段的领地战、甲网络战，要来影响台湾。而我们的力量是守护每一刻。展现国军做好准备迎接挑战的决心。国防部发布2年1届的国防报告书，主要是打造坚定新国军的形象，对应现此时的战略环境，也有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日益增加。国军这2年拢在强化无对等的防卫作战，透过报告书，让国人更加了解美中的战略竞争，也影响印太地区的情势。报告指出，美国、日本、南韩、印度甲澳洲，也有东南亚的国家，拢分别调整国防政策来应对中国威胁。我国位处印太地缘战略的关键位置，国军透过深化与友盟国家的军事交流，来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跟安全链结，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来确保国家安全跟永续发展。中国要在2035年达成军队现代化，即马战略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有偌大？包含弹道飞弹、巡逻飞弹、甲空射飞弹，射程已经包含规个台湾，也部署中程、长程对地等等的飞弹来应对外国军队。报告也讲，中国的部署真济，用认知战甲网络战来洗弄台湾人，暗算唔免战争就攻下台湾。图表也清楚标出解放军扰乱台湾的区域。FIR 飞行情报区。1年大概有170万架的国际的民航机在飞行，那么就是5亿的乘客。所以中共它这种就是用军机扰台的行动，不只威胁到就是我国的一些空防的安全，也对国际间的这种就是航空的安全造成实质的一个影响。进前直直传出解放军要攻下东沙岛，潜在伊甲空警500，伫车北拢无法无天，直接飞到东沙岛附近的海域。加上金门甲马祖，互中国点名做先出手的目标，这是引发台海情势紧张。国军有啥物策略，也互大家真关注。均有严拟相关的应处作为以及作战计划，并持续透过部队的演训时机来验证或者是修调。每年教育调集训练要改做14天，提升国军后备战力。针对军事训练野，伊的期间敢要延长。国防部长徐国正讲要认真思考。国防部也表示，敢若以军事训练野来评估国军的战力也无正确，不过会继续收集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反欺凌的环保团体全国废弃行动平台早起表示，这礼拜六要举办的公投意见发表会，伊要邀请一些少年人来关心议题。台北市员区委员就是望请歌词、个苗撇仔来加入反对方的辩论团队。另外严寮反击自救会嘛，拍算要继续来控告前官员。100公投举行进程，为这礼拜13号开始，连续5礼拜举行5场公投意见发表会。针对第17案，你是毋是同意核四 K 方上转发电？反核方找来离社群媒体有影响力，会当甲少年人对话台北市员邱伟杰甲苗博雅，要来传播反核四的理念。比如讲，像中科核四个开800亿，代价非常悬。事实的真相就是，重启核四并不是开启一个发电厂，而是又再一次开启了一个超巨型的钱坑，那由纳税人来付出代价。比较之下，希望中科核四的支持核联方，定派出1个人参加5场发表会。反对的反核方强调要以台湾代表来指出台湾问题，强调核四并不是只有工程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标的，它本身有非常大的问题。公投没办法决定是否会发生地震，公投也没办法决定这个电厂是否会安全。即使公投通过，它也是得要接受非常非常多的检验，不管是预算、安全、环境、生态各种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在地团体严寮反核自救会甲环保联盟嘛有动作，表示要搁提告。这个对象是经济部前部长张家柱。环保团体指控，经济部103年公布核四安检专家监督小组的安检总结的会议记录，讲相关的测试甲功能验证是符合要求，安尼写是无符合事实，所以要提起告发。记者林文吴亚宝台北报道。
再来看文化部的艺放券哦，又搁提出优惠，不管是使用现金5倍券，还是艺放券哦，去参观台湾的博物馆、文化馆，还是工艺商家，消费甲打卡地使参加抽奖，奖品是一寡重要艺术家的工艺作品。表情正专心、正威严的历史的雕塑，这是人间国宝陈启春的限量作品，也有重量级的艺术家王秀基的动物雕塑。这寡工艺精品拢是艺术家捐出来要互民众抽奖的。这些工艺家大家都很热心的，而且都提供了相当好的一个作品。活动我感觉是办得相当的成功哈。那也看到了台湾工艺家对整个台湾工艺的文化的一个支持哈。伫以前有较稳定，文化部配合正经5倍券推出艺放券抽奖，第4礼拜总共抽出314万人。这马又搁加码，以大数级的工艺精品，鼓励民众去博物馆、文化馆加工艺店拍卡消费。而且无论是5倍券、艺放券加现金拢会使，所以若无抽到加码券的人，也当参加抽奖。消费在出版的比较多，电影的比较多，在工艺还有美术馆、博物馆比较少。工艺的部分呢，是单独工艺的抽奖啊。那么博物馆跟美术馆呢，是另外一个抽奖的一个范围来行销我们台湾所有的工艺产品。文化部讲，伫工艺店加博物馆这两大类型的店消费，搁再扫艺放劣质 QR code， 每消费1遍就当抽1遍，也毋过上侪只个人抽到1项奖品，包括陈启春的历史顶70几项工艺精品，一个常用的极品画、玉女、黄金龟等100几项文创品。希望会当协助艺文相关产业，伫疫情较稳定了，业绩会当增加较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成功大学医学系有一个2年级学生啊，未考掉医师的执照哦，就帮病人听手术了的空喙。学校的前辈伫网络顶头铺文，嘛引起真侪讨论。新大早起是表示讲，开始有这项代志，也毋过强调讲，尊重手术的主治医师甲团队专业的决定。在培出未少医生的台南成大医学院，近期所逼出有一个才2年的医学生，就上手术台替人开刀填空喙，消息一个出来，互外界拢惊一条。就觉得对家属来说不放心，对，应该是要从旁边那个观察。当要是主打教授说 OK 的话，应该旁边有人应该是 OK 的啦。实际来到成大医学院，对学生表示，学校的实习拢分阶段，就算讲干那替人填空喙，或者才2年的学生就手术台，避免也受过凊彩。不过也有学生认为，若是边有专业的医术团队咧协助，这应该唔是啥物大问题。应该是还好，我觉得，因为只是缝合的话，那应该是不是动那种什么血管那种内脏那些手术的话，缝合应该是可以给学生来弄。是觉得应该是不太适合吧，因为以观感来说，就是毕竟如果你今天住院，然后知道帮你缝的是大二的。对此，成大医学院是强调，这2年的医学生做的是填空喙手术，而且有主治医师现场指导。学校是尊重主治医师甲医疗团队的专业决定。不过，这学生佮另外互人也讲，伊品行有问题，捌涉嫌偷袭别人上便所。据现场的主治医师说，他因为那个伤口是很小的，所以据我所知是一个内视镜的手术，所以最后伤口带着他一起学习缝合，不是放给他缝合，那个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性平会依照他的情节的轻重做适当的处罚。好，目前我们的这个是没有违反医疗相关的法规。成大强调，依照医师法第28条规定，也未摕到合法医师资格，刷做医疗业务者，虽然有罚款，不过若是伫咧中央主管机关认可的医疗单位，有医师指导实习的医学院，学生也是毕业生，就会使免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地检署一个姓严的检察官，涉嫌用无正当的方式逼被告认罪，根据检察官的论断，被律师奉检记录。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认定讲，这个检察官开庭的态度无好，行为冇唔对，决定要甲伊移送厅界法院。最后，这个检察官爱罚10个月月俸，案件是会当搁上诉。检审会有认定有4个为师，建议给予申诫的处分嘛。我们职务法庭的合议庭认为说，
申诫处分过轻税改以罚款，现值的那个预奉额总额是罚10个月。庭界法院认为讲，这检察官的情绪控制了无好，造成办案的方式，佮最后判决常常有问题，后面将对司法有负面的看法咯。也毋过嘛考虑到讲，这检察官已经认错咯。这嘛是已经是几啊当前发生的案件，伊当时佮无啥经验，所以是判罚月服10个月，望讲也当来检讨改善。再来看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发起开放消防员做工会人数哦，国民党跟时代力量等党团嘛拢支持，也毋过法还是拢无啥进度。促进会呼吁政府应该赶紧修法开放做工会。劳动部嘛回应表示讲，消防员算是公务人员，政事部嘛已经研究相关的法规，会继续沟通配合。一场大火毁掉4个家庭。今年6月发生伫咧中华桥乡大楼的大火，造成3位民众加33岁消防员陈志环不幸往生。回头看最近10年来，国内消防员甲义消因公损失的有56人。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希望政府赶紧修法，开放消防人员做工会。我们也非常担心说，因为这个会期其实会遇到比较多跟防疫有关的这个预算案，然后以及现在又有公投的案件，那我们也不希望说立法院因为公投，然后因为预算案而停下就是开放让消防员组工会这个修法的这个进程。当然希望说卫环委员会赶快去排审，那就是说行政院如果对我们的草案有意见的话，他应该也要能够提出对案嘛。那现在不是说，好像是事情过了之后，那就今日公祭，明日忘记。时代力量批评消防法案进度正慢，因认为只有和消防员有制度性的沟通管道，才法度和消防员的权益得到上大的保障。目前就等待各党团的版本送交立法院。劳动部回应讲，消防员是属于公务人员，因此是规范伫咧公务人员协会法规之下。目前会继续跟转属部沟通配合。然后我们过去就已经持续和全序部沟通，全序部目前正在研究公务员协会法部分，那劳动部也会在保障消防员结社权的原则下，积极配合整体的政策规范来办理。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若无工会保障，消防员就无法度跟政府进行对等的协商。第一线基层人员的心声，需要透过修法改革，来将人力资源甲法制层面的缺失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3个来自社会的学生啊，甲境外生权益小组早起伫线顶的记者会，点名咱国驻奈及利亚办事处调故意刁难，学生啊拢已经依照要求提出担保咯，也毋过一直拢无收到办事处的回应哦，造成未赴开学来到台湾，只好先办休学。大学当日期中考学生拼性命读册，19位住伫社会已经摕到台湾各大大学录取的境外生，说是无法度摕到签证，敢若会当伫当地时间的半暝啊线顶考试甲学习。We study online for 4 hours from 1 a.m. to 5 a.m. and still with all our efforts, the government still feels that we are cheating. The government still does not care about our efforts. 想要赶紧来台湾，毋过学生讲，台湾驻奈及利亚办事处伫台湾开学了后，才提供预约办理签证一期。申请了后，阁要提出担保信，袂输咧甲因歧视。进前外交部也讲，是部分社会国家人士摕到贵州变做文件来申请，而且来台湾了后，签证过期阁留伫台湾。奈及利亚学生阿先素伫线顶记者会提出真侪文件来证明，强调讲验证有3关以上。You will also take it to the Taipei Trade Office in Lagos. They too will do their own verification we pay $15 for each document. 外交部早起8回各驻外管处拢必须爱查核文件，敢是真正有效的，而且是查核是针对文件，袂因为特定国家就发出白帖，更加无歧视社会相关地区人士的签证。如果是持有伪造、变造假的文件，那这个会是一个拒绝签证的一个理由，这跟歧视没有关系。外交部表示，审核文件需要当地政府回复确认，而且各国政府行政程序和效率拢无共，必须爱尊重。不过，教育部也已经表明，希望这学期的境外生会当伫12月15进前入境，而且驻外管处伫下规定的情形之下，缩短登记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2009年，马来西亚有一个智能障碍的查甫人纳加德兰，遭受43公克的海洛因到新加坡，互当地政府判死刑。本地11月初10就要执行死刑，也毋过包括马来西亚的首相在内，有真侪团体呼吁讲，纳加德兰的智商无到70，真明显是互利用，应该对伊特赦。新加坡高等法院暂时宣布讲，今仔下晡会阁来进行上诉的审理。也标起发会士拯救纳加德兰的口号，真侪马来西亚会士团体齐备伫大马的新加坡总领理事馆外口，伫新加坡高等法院当期暂缓执行智能障碍者纳加德兰死刑的决定了后，感觉真安慰。We are happy that there is a stay of execution, which means that he will not be hanged on the 10th of November. But the fight is not over. We are still demanding for the commutation of his execution. 纳加德兰的辩护律师也表示，伊的当事人本身也是贩毒行动当中被利用受害者，伊需要是治疗甲帮助，应该被释放。What I hope to happen is that I will be asking the Court of Appeal to set aside his death sentence separately in another application, and therefore Nagindran's death sentence should be exonerated, set aside, and he should be released to his parents. 今年33岁马来西亚公民纳加德兰，2009年遭输的43克的海洛因进入新加坡。新国法律规定，若犯分超过15克海洛因，就会处死。所以新国法院2010年11月判处纳加德兰死刑。原本这个月初10复发，不过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纳加德兰的智商只有69，比一般人的85到115较低。伊也有小可注意力无够过动症，是边缘智力患者。就算安尼，法庭依然认为以上障碍依然无够以总结纳加德兰属于精神失常。包含马来西亚首相、外交部、新加坡反对党甲非人权团体，拢呼吁暂缓死刑。超过6万人的请愿书也请求新加坡总统雅各布特赦纳加德兰。Of course, it's cruel and it's unnecessary. It doesn't solve the problem as it's been around for years,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drug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Singapore. 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执行纳加德兰死刑卑鄙残忍，后面也伫顶一周末呼吁新国唔通安尼做。辩方主张执行假刑违反新国宪法，也发起宪法挑战。互新加坡高院初被驳回，不过下令暂缓执行死刑。但系纳加德兰的律师群提出新的上诉，搁伫初9下晡审理这案件。公视新闻记者请编译。过来新闻，咱来看去年行政院宣告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图团个禁用石油打自治条例无效，市政府提出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驳回。法官是认为地方自治的团体对行政院的函告有意见，应该申请释宪，毋是提出行政诉讼。台中市政府5年前实行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成煤甲禁用石油沼自治条例，去年去行政院以该条例部分条文抵触空气污染防治法、固定污染源空污管理办法，函告无效。市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合议庭认为，现行的法制之下，地方自治团体若是对条例起函告无效有意见，应该申请释宪，毋是提起行政诉讼，背后裁定驳回。这部分目前因为市府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判决书哈，那等收到判决书的时候，我们会再来做讨论。那不管如何，我们还是会持续透过各种方法来持续改善空品。成煤自治条例2016年通过了后，因为台中火力发电厂3届超量使用生煤，2019年市府以条例连续来开发，当时废止23号机生煤使用许可。随后中央甲地方政府展开行政诉讼，台中市会是在2020年9月向司法院申请释宪甲统一解释法令。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表示，当全球拢伫咧赶紧减煤的同时，台湾无应该持续掉咧法律战当中。若是行政院感觉能源的权责伫咧中央，就应该负起责任。如果中央认为这是你的权利的时候，地方你无脸去讲话的时阵，所有中火产生的问题，从产生的空污、产生的气候危害、臭氧、第二的重金属这个危害。你中央就要负100%责任。
环保署表示尊重司法决议甲判决。台中市府强调，中火是台中市上大的固定污染源，对中南部空气品质有关键的影响。会伫咧内部讨论了后，搁再来研究是毋是有其他的办法提出救济。记者台中报道。高雄市宣布讲，无搁要帮外县市来烧粪扫，即马台东县每个月3500多吨的粪扫是无地通烧。台东县长是宣布讲，台东的粪扫焚化炉更新工程会提早来完成，嘛会提前半冬来试营运。明年的上半年就会开始来试营运咯，一天是会当烧300吨的粪扫。台东县粪扫处理即马面临无所在通去，高雄顶市的粪扫 MI 场对干那山，台东县政府开19.6亿，要等来16年无启用过焚化厂，搁争取中央补助4.2亿更新升级焚化炉设备。即马工程进度超前，台东县长刘庆玲宣布，原本明年后半年才会启用焚烧粪扫，即马被迫提早半年进行。不得已必须提早试营运。那目前的进度大概完成大概85%左右。那我们预计也会在下一个月就会开始来做测试。台东县焚化炉也是一项争议的工程，包括兴建地点收靠近人口密集的市区，市区位也个下雪山影、稻田等农作物，民众真烦恼浮减。不过民众无奈讲，抗议16年拢无路用，即马只会当目睭紧紧看伊起路。款团呼吁政府爱做到未发生污染的承诺。根本咧，因想过加规个拢总降落来的时阵，这农民农产品一定规个拢总害了。包含事业废弃物，就是未来到底要怎么处理？不能，它是跟一般的民生废弃物是不一样的哈。台东县环保局表示，这个月就会互家用粪扫进入焚化厂杜村溪年底试烧，预计明年上半年就会进入为期2年的试营运，一天会当烧300吨的粪扫。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东北季风正透，婚姻未了，昨下晡就跳灯，有将近3000户停电。有民众是真怨叹讲，逐冬的寒冷，沿海地区常常拢会熊熊停电，一寡电器哦是真够拍歹。台电公司是表示，因为东北季风带盐分哦，佮高土粉哦，造成公共电系统的路线常常缩堵，会要求人员常常来洗、来维护、来减少跳灯。台电包商人员来到云林大溪未了沿海地区，以强烈的水来清洗电阻碍值，因为近期东北季风真强，遇到大量的盐分和沙土，导致供电系统电阻碍值损害。配合下晡4点外，造成未了向几个村落停电。感觉有咧吹大风的时阵，就较会停这种情形啦。家用的相关电器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反复跳电，而导致一些家用电器的损毁。那其实也都求偿无门啦。台电表示，近期台北季风真强，配合下晡造成未了海丰村、后安村、美金村和三信村，将近3000户顶区域受到停电影响。但这属于天然灾害所造成的，民众若是因为安尼造成家电损害，嘛无法度来理赔。这种天然的灾害，我们公司就没有办法理赔啊。你如果说我们施工不良啊，送错电啊，那个我们就会理赔。因为这个天然灾害，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防止。台电表示，为了要减少跳电案件搁发生，近期已经加派人力进行清洗电阻碍值的工作，也针对乡内人口较侪地区，有规划电缆地下化，但目前搁和地主协调中，如果会当顺利完成电缆的地下化，就会当大幅减少安尼跳电突发。记者为你报道。木果柑皮宝个甜，伫南投德山才是种真侪。也毋过农民是讲，今年因为天气，大约有3成的柑仔未负大，拢搭伫涂骹，佮无补助糖领，互因头壳是冇得烧哦。连店长嘛拍什么邀请专家来斗想办法。南投德山副助理有560公顷拢是种木果，因一年才收成一届，毋过采收期还未到，却发现讲已经算长甲真功夫。木果拢落去涂骹，实在真怕算。今年特别严重了，往年来讲，它的时间是比较晚，差不多要收成的时候它已经颜色已经转色了。那我们不知道最后结余的会有多少可以让我们收成，应该是影响很大。价钱还不知道会不会说影响购买力不高的话，
那也许我们量已经少了，1年的收成就是看这一次。这白茫茫的一片是农民为着防止木谷予日头晒所野的石花。不过木谷要落去涂骹，却是真歹预防的代志，也可能会引来平啊，影响到各个成长的木谷。农民希望政府斗上步，甲落去涂骹的果子加工做洗衫洗碗用的产品。另外，因也毋望讲有专家来提供意见。教因安怎防治损害？在很多方面的话，可以说啊，学术的也可以，啊，叫一些所谓专家啦哈，来提供我们意见，啊，或者是说来给我们一个所谓上课，啊，让我们去防治。木谷班的这班员有反映讲，最近落过真严重，有这种情形确实有影超过3成。阮收集这相关资料了后，我哋请专家来专门来给咱这班员做一个诊断。还未到采收期就落3成，农民是真烦恼。即马有官员讲，要请专家来诊断果子树，斗上方法解决，才袂互规年的心血拢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新城国小甲水里乡农会合作，带囡仔去田里来观察野生动物的生态，望讲互这囡仔自细汉地当培养关心生态的观念。监测动物用的，没有错哈。一名学生囡仔当认真咧听老师解说手里的摄影机，刷落佫行伫咧田画边详细观察老师所教的内容。我如果要做水蛇类的调查，这是南投新城国小甲水里乡农会合作的实农教育课程。比起伫教室内底看课本，学生直接去田里学习，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态。你的动物是最诚实的。你这边如果环境不好，那个环境用药比较多，动物可能就会比较少。你跟小朋友讲一堆数值，老实讲他看不懂，他也听不懂。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就是你在田里看到青蛙，看到蛇。看到一些哺乳类，它代表什么意义？原本这节课是请老师来教囡仔检测水质，不过因为拄落雨水伤落，才临时改课程的内容，直接让囡仔认捌田林的生态，佮有做实的时阵所用的化学物，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只要观察这农作物附近所活动的这些生物，就可以了解，这块农地是不是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活动，让小朋友了解各种农作的耕作情形，以及生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为着产量，落冬农药、落冬肥，无顾环境的情形已经渐渐改变。做农兼顾环境生态观念愈来愈普遍。水里乡农会就希望利用实农教育课程，让囡仔自细汉就了解人类甲自然共存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乡的马太安部落的族人为着要传承母语，几个家长家己设计的囡仔册，佫真受到娱乐哦。因想要出版哦，也毋过无经费，望讲外界会当来斗相共，互阿美族语言会使传承落去。花莲光复乡的马太安部落囡仔伫台顶大声，甲阿嬷斗阵读绘本。在台湾老大人真感动，因为绘本教学成果真好，即马真侪家庭拢主动报名要参加学母语。他们上学都用走路的嘛，就会跟一些阿公阿嬷就会跟他们问好，哎吼，对啊，阿嬷就会很开心啊。小朋友来这边也很开心啊，学族语念一下，自己也喜欢自己在地的母语这样子。这绘本由在地马太安部落青年做的，目前有8本，以在地生活经验做素材，达到学习成效，佮透过部落文件站开办教学场域，融入基脑的智慧和文化定根。当初因为自己返乡回来。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很想跟老人家学文化，发现一个最大问题是语言上有隔阂，所以我想说，我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专长做一个结合？因为真受欢迎，马太安部落发展协会打算出版绘本，却因为经费问题无法度运作，需要各界斗相共。原住民行政处呢会全力来协助地方来发展这样有关不管是亲子的或者族语的。或者是其他文化知识的出版品。官府强调部落有各自的文化，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需求。建议这个绘本应结合部落大学文化课程，对在地族语推广更较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宗教的工艺是百款哦，一顶新面帽啊，都有真侪美美角角。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台南市新面银帽技术保存者郭春豪老师，伊做新面帽啊，真有路的功夫。人起来一看，我就知影讲，这顶是我过去拢做的。
讲到做银幕的经验甲历史，春福师通好讲几啊点钟。春福师做神明帽仔的经验，会当讲是台湾神明帽仔的历史见证。那对一开始拍金仔的功夫贴起，到落尾银帽当帽怎帽，春福师的功夫拢学真透。迄个银帽是完全纯手工的，当帽迄有一部分吼是用夹板的，纸帽是规个拢是手工的，叶刀啊挂，迄个图案是叶刀啊挂。传统的帽啊，咱袂当去共改变。春福师讲做银帽上界注重的就是拍板啊。春福师做出来帽仔，神明伫起来拢拔拔，数十年累积起来好功夫，是真侪大庙指定春福师爱来替开基的时阵做帽仔。就算目前春福师已经有2位查某囝加师仔伫咧斗做，不过银帽上界重要的拍板仔，也是爱春福师亲身出马。你袂使要求讲一个真布拉师傅吼，讲自动车，这边遮要甲写起来，是迄边遮要甲收，我人袂使。因为每一个真布拉师傅有伊的风格，咱袂使破坏着伊的风格。春福师有一个心愿，就是替每一种神明帽仔造型做详细记录，而且拢做一顶银帽留落来做建本。第片啊，就是我已经拢甲整合好啊，个形体拢甲改到足白白啊，看起来会啊水面咧，安尼亮闪闪的。后壁人伊就免为着这个传统的形体哦，搁来伤脑筋唔免。透过资料记录银帽的建本，过春互甲银帽的工艺传承落去。伫身躯顶看到台湾工艺师对艺术顶进的态度，这毋但是伊透世人的心血，更加是对台湾银帽工艺传承。记者陈家豪台南报道。来看南韩的电竞产业，伫2020年产值已经超过150亿美金哦。南韩是有规定讲，16岁以下的少年囡仔袂当拍电动、拍规暝。也毋过为着要协助电竞产业的发展哦，南韩政府最近宣布讲，这规定伫年底之前会取消。学生坐伫电脑头前，正专心伫咧听台顶的老师教课。这是南韩首尔一间高中开的电竞课程。南韩的电竞产业正发达，真侪少年人想要成为职业电竞选手。 코로나 터지고 나서부터 집에 있을 시간이 많아지니까 그때부터 중점적으로 했는데 그때 티어를 아마 다이아 정도 찍어가지고 이거 나 살짝 좀만 더 노력하면은 프로라는 직업도 다가갈 수 있지 않을까? 因我目前南韩有电源禁令，16岁以下禁止伫咧透早12点到早起6点算线顶游戏。为了要应用时代趋势，南韩按算伫咧今年底，将这项已经实施10几年历史的法令废掉。相比较中国最近限制未成年人，只敢会当伫咧拜六暗拍1点钟过线顶游戏，南韩要趁这个机会超车。 그 중국 게임 산업 규제는 오히려 저희 쪽으로는 내실을 다질 수 있는 좋은 시간이라고 기회라고 생각이 듭니다. e스포츠 정축이고 e스포츠 게임 강국 우리나라에서 뭐 다시 지휘권을 잡고 오히려 해외의 여러 사람들이 한국에 게임을 배우러 유학을 올 수 있는 그런 기회가 될 수 있다고 저는 생각을 했습니다. 2020年，南韩游戏产业的产值超过150亿美金。南韩的电竞选手自2012年开始，已经6遍摕到英雄联盟世界冠军。因为冠军的奖金正悬，互真侪人有电竞梦。也毋过国家对基层选手的资源也阁无啥够。 제가 막 시작했을 때만 해도 엄청 반대하는 사람들도 많았고 인식도 안 좋았고 실제로 환경도 좋은 편은 아니었어요. 연봉이라든지. 그래서 굉장히 산업적으로는 성장했지만 그런 부분들이 기업의 후원이라든지 어떤 사설 교육기관 아카데미들의 지원으로서 가능했던 부분이 있었습니다. 南韩真有名的电竞选手李相好的队伍，伫9月开20礼拜，将14万台票的电竞训练班，要报名也怪用抢的。而且电竞明年伫杭州亚运会第一遍正做正式的项目。2028年洛杉矶奥运也会甲电竞纳入比赛项目，这拢互电竞产业愈来愈红，愈来愈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
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